台湾有超过50个车祸拢发生伫咧路口。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最近伫咧台北甲高雄找15个路口，利用无人机结合影像辨识技术，甲路口的人甲车锁顶档的卡架记录落来，来分析讲即发生事故路口要安怎做，才会避免车祸发生。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豆豆啊飞起来。透早上课上班的时段，伫中山兴中路口，真侪轿车甲奥多摆，这是高雄9个危险路口之一。遥控无人机飞伫80公尺的高度翕影像，轿车甚至是过路人安怎过路口，拢看甲真清楚。重点伫迄个路口机会左转甲穿越冲突的研究。啊，这两个部分阮研究起来是侧撞的较侪啦。这9个路口平均37%是侧撞会发生。3、2、1、0。遥控无人机空中翕影像了后，利用 AI 人工智慧影像辨识技术，把影像转换成做人车流动的轨迹，软体会当进一步分析，找出路口容易发生车祸的地点。咱规个路口103公尺的范围内底咱全部拢看得到，所以入捌路口安怎转西咱都看得到。啊，咱用这种来解较全面。交通部运输研究所表示，无人机伫空中敢若会翕到车顶甲过路人的头顶，无侵犯民众隐私的问题。因今年是甲台北、高雄合作，经15个路口来研究，希望未来提升路口安全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